你不是去广？那人是谁啊？金小贝，他的任性居然很可怕。我不想再拖下去了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我想一次性让他彻底死心。你不再考虑考虑？小贝他这个人其实……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。好，那你的计划是什么？找一个貌似像约会的地方，然后有些亲密的行为让他看见就可以了。你这个动作有点大了。因为他有点病入膏肓的样子，我只有下猛药。我明白了，你不只是怕他会陷得太深，你也怕你自己最后也Sorry。来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定吧。成交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这场戏太猛了，是奔着让人死心的节奏，适合金小贝，但不适合张小鱼。我要的只是要激起他的好胜心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一场戏演给两个人看，我们得分开。OK， 我们俩就算是互相帮助一次嘛。但是我还有个附加条件。你得帮我秀2场。凭什么？理由呢？第一，这一次呢，是你先求我的吧。第二，我那2场那么温柔，论强度加起来都没有你那一场这么有分量。但是呢，你也别担心，我的家场呢不是演给张小鱼看的，是演给我的老同学。张小鱼说的没错，你真爱提条件。要是金小贝不来呢？不会的，小鱼会告诉他的，肯定能找过来。他这方面本事特别大。你有没有什么备份的方案？万一，发朋友圈也可以的。不过应该用不上了吧？那开始。可以啊。哎，我发现啊，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很多对情侣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游戏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秀出你的爱。当追光停下的时候，被照到的男生女生要亲吻对方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OK， 追光灯开始。恭喜我们的男神女神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哎，这个不行啊！放开！这不算，对的啊！来，重来！这个像话吗？啊！重来！哎，进来！让他动手啊！
天，怎么是你啊？我真不知道是你的料。滚蛋！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。别动啊！什么情况？好情况，好情况。两位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满意了吗？你在干嘛呀？啊！你看见了，我喜欢温哲。你喜欢个屁！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心吗？我就是想让你死心，只做邻居你做不到。那你是不该亲他呀！关你什么事？我愿意，我很享受啊。你不觉得温哲每个方面都跟我很合适、很般配吗？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做你备选了。谢天谢地。有些事情似乎真力不从心，像受孤寂也过了冲动的年纪，连好奇心都随意，不羡慕伴侣，是不是爱情离我多远也不介意，谈笑风趣，直到出现那个你，让我模糊了风景，能在你的视线里有一种勇气。爱有种甜美的内伤，也有矫情的浪漫，复杂的内涵。当你感受幸福的简单，当我哭着笑在你肩膀，好想陪你习惯彼此的习惯。不再上班下班，清淡的孤单，怀念起大起大落纠缠的陪伴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张小鱼跟我说你去找林睿了是吧？不是，咱们现在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心情？你是不是人呢你？创业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？说话！人家两个郎才女貌谈恋爱，你凑什么热闹，当什么备胎呢？幸好遇见你。嚯，打架了，跟温哲。别气我，我心情不好。我心情更不好，看见了吗？两台机器除了款式不一样，其他跟我们一模一样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不是早就预料到的事儿吗？你把我叫回来就为了跟我废话这个？你失恋了吧？你可别给我呲牙啊！我建议你，要创业咱们俩就好好的干。你要想约会，你就专心约会去，别跟我创业。警告你啊，我今天失恋，我心情是很不好。
但是我心里面只想把工作做好，所以你不要再给我废话一句，你再多废话一句，我今天不忍。怎么办？我想过了，这东西我们有专利，打官司一面打。这不是我想的办法吧？你就说你同意不同意就行了。你知不知道关键点在哪里？这个机器要比我们的出来晚那么多，但是销售量那么快的就反超我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的销售渠道，说明人家的生产能力都在我们之上，人家比我们有钱有人脉。说重点，怎么办？打官司的话有2个弊端，一个是时间，一个是精力，这2点是恰恰我们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很有可能还没有等到结果之前就已经被人拖垮了。我的策略很简单，摆出要打官司的架势，事实上面我们要提高别人收购我们的价格。金小贝，你绕这么大一圈儿，意思就是卖公司呗？你还真打算卖公司呀？你知道云总他们出多少钱吗？对，你不知道，你去撩妹去了吗？我今天下午给云总打电话，你知道他们出多少钱吗？他才出800万，还有比这更侮辱人的吗？他们的心理底价一定是在1500万朝上的。再多我都不会卖的。大爹，江湖你不懂，这帮人有什么手段你也不了解，他们随便使点阴招，我们就玩不下去了。你创业就是为了开业就卖啊？我的点子是给别人做嫁衣的。你的点子本身就有问题，技术壁垒太低了。温哲说的是对的。我们现在手里面有一个不可控的项目，把它卖出去，挣1000万以上的利润，然后再去换一个可控的项目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这种商业经营模式，你懂不懂？你看看你现在这商人的嘴脸。创业除了挣钱以外，还有栽培自己的创意，看着它茁壮成长的那种情怀，你又懂不懂？买的不是你的情怀，人家买的是你的专利。我不卖，但丁我也是股东。行啊，那散了吧。现在公司账上还有钱，我折现给你。丹丁跟我说了，反正这事儿就是他不对，他就一小孩儿，你不用跟他计较。来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你跟我说说。挺好的。哎，你俩到底怎么样了？这是成了吗？他想不明白，暂时还没成。那他是真傻的。
不要看你平时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的，其实你比他成熟多了。他能遇上你啊，是我福气。你这话说的太对了。不过他逃不出我掌心的。说跑偏了，怎么说我的事儿上来了？贝哥，其实你喜欢林睿的事儿，那不提他，以后都不提了。你就让我好好的把他忘了。反正我已经骂过但丁了，你们俩不会真的散伙了吧？已经散了。他不懂事儿，你怎么也不懂事儿？小鱼啊，我可能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不知道，没计划，无所谓，反正只要离开上海就行。你别闹了，真的假的？贝哥，天下无敌的金蛋组合，真的就这么散伙了吗？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啊。唉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最后过来看我的居然是你。贝哥，加油吧，小鱼。是你的总归是你的。拜拜。贝哥。什么表情？见鬼了！先生你好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找林睿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林总办公室在哪儿？林总办公室在那边，请问您预约的姓名是？啊，我不用预约。你过来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过来找林睿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林睿他对我有好感，而且我觉得他也挺不错的。什么叫挺不错的？他是我最崇拜的偶像。文哲，我不许你去祸害他。我说了，是他对我有好感，不信你去问他。那是因为你会骗人。啊，我骗不了你，反而骗得了他。你觉得他眼光比你差吗？切！切！好了，金小贝被你给气跑了。感谢你的帮助。不过你承认，你呢达成你的目的，可是我就麻烦了。你怕他会记恨你啊？我答应金董替他管教儿子，但现在连人都找不到，你说呢？我也确实没有想到他会离开上海，不过我不相信你想找他会找不到。连电话都打不通，怎么找呢？好了，你可以说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了。今天呢，我希望你帮我个忙。OK， 8月12号，狮子座 A 型。我的生日，星座血型。衡山路73号酒吧，去年7月19日。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。啊，接下来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、爱好的运动。搞这么复杂，有件事情要说清楚哦，不是你提的所有条件我都会答应的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会去参加 Stanford 的同学会，那帮人呢，个个都是人精，所以呢，必须请你提前做一点功课。我的前女友也会跟她的未婚夫一起出席。
Stanford 的同学前女友啊，就是那个你拿她当备选，让 Selina 跟你分手的那个女孩，结果后来她又拿你当备选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张小鱼啊，他什么都讲的。如何 ？OK， 我去，只欠你1次了啊。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？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尽量多撒一点狗粮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那时间地点再发给你。你这么个朋友，算了，我就不占你便宜了。让金小贝多说一点磨难，也是我希望的。他一直都太顺了。而如果需要，我确实是可以在1周内找到他。为什么跟我说这个？因为我知道，其实你很担心他，我只是让你放心。我不担心他，真的，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啊。他要是想过得滋润，比你我都有办法。你再看一下他下午的时间。哎，你看张小鱼很好奇，策略开始有作用了。如果现在秀恩爱算第2场的话，我可以表现出一点对你的倾慕。不行，就这一点时间对我来说太不划算了。你要计较的话，这个应该算第2场了吧？你没那么小气。走了。张小鱼啊，跟我来。说吧，你想为什么？温哲他在追你。昨天在酒吧，我亲了他一下。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会喜欢他的吗？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坐，坐。温哲很优秀啊，你不觉得吗？虽然昨天在酒吧那个只是一个游戏，但是我的确很欣赏他。可是暂时还没有进一步的打算。我想说的是，贝哥就是因为这个离开的。金小贝呢，不离开我的生活，我就不可能有新的生活，除非我接受他，他就是这么打算的。既然我不能接受他，你就不如快刀斩乱麻了。如果小贝他能再大2岁、3岁、4岁，不过温哲他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，夏尔达的大王总来了，约董小姐谈事儿。丁哥，您看一下这个账本。我这正忙着呢。以前都是金总看的，现在他走了，你不看，那让谁看呀？行，你先放着吧。哼。怎么不走啊？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，明天我就不来了，能不能先把我的工钱给结一下？为什么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有点累，想休息一下。山寨我那个云总开了一个体验店，你不会要跳槽去那儿吧？不是，我就不想干了，其他的你也没权利问我。都走，都走，都走！喂，蛋，你忙完了吗？
你赶紧下班吧，出来一起喝酒。我这一堆破事儿呢，烦死了。什么破事儿啊？我能帮上忙吗？哎，账上的事儿你懂一点吧？废话。那这样吧，我现在来找你啊，我帮你一起弄完，咱们俩就赶紧出去喝酒。行，我等着你啊。喂，东东。喂，小鱼，快点来，要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别急别急，慢慢说。我不是跟希尔达王总谈事儿吗？结果吃了饭，他非要来 KTV， 小峰找过来就把他给打了。啊？打人了？你们俩现在在哪儿？我去找你们。东方魅力，你快点啊！行，我知道了啊。师傅，换地址，东方魅力 KTV。让我这边我考驾照了。哎，有车了。俩都可以啊，你叫啊！天哪，堵死了！算了，师傅，我在这下车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俩谁都不许走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实在对不起。哎，要不咱们去医院，有什么我一定给您满意的答复。让我满意是吧？嗯。让这小子跪着道歉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坐下。王小峰。王总，咱报警吧。王总可不能报警啊，要不然这事可就大了。王总，您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报警啊！报警这事儿就不好玩了。我要打电话告诉你们老板。哎，别，王总，您不能打电话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王总，我求求你了，王总。王总你好。我很不好。我让你手下的员工董小姐的那什么男朋友，现在打得满头是血。什么？他跟我说，他叫什么张小鱼来处理。我等到现在也没见什么张小鱼的影子。我只好打电话给你，我想看看你林总那儿到底还有没有公道。抱歉啊，我有点事儿，可能要先走了。我跟 Jackie， 你知道男女朋友之间有一点事情要处理一下啊，下次再约。去吧去吧。抱歉啊。去吧去吧。你跟过去干嘛呢？我听到电话里面提到张小鱼，她没事吧？也好，快刀斩乱麻。过去呢，把倩子的第2场戏演完，这个事儿就算完全了结了。哇，你真是比我还精啊你！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我的脚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自行车骑不了了，麻烦你帮我推过去呗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喂，淡定。哎，小鱼，你到哪儿了？你逗我呢？不是，王小峰出事儿了，他动手打人了，我现在去找他们俩。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你还打了？在哪儿啊？在那个东方魅力 KTV。喂，东方魅力 KTV。
林总，王总呢？林总，小鱼刚来，他要和王总单独聊聊，在里面呢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啊？下班时间，王总给我打电话，叫我陪他吃饭，说聊一下合作的事儿。陪他吃饭？就你们俩吗？跟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是吧？没有，林总，我记得的。您说了，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们 SW 中国区绝不做下三滥的事儿。可是我不是想着维护客户关系也挺重要吗？我就跟小鱼说了，但是我把地址发给毛晓峰，我想着男朋友过来接，也算是表明态度了。你说说吧，怎么打起来了？是这样。哎，这不是泰坦尼克吗？咱们一起应该唱个《我心永恒》。王总，我英文不太好，这歌我唱不了。哎呀，这不需要英文，来，王总，只要摆那个姿势就可以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听这好，你听这好。哎，王总，你把手放开，你把手放开。不是，你听我叫。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。你想什么呢你？你谁啊你？你对别人动手动脚的，不给别人赔礼道歉就算了，你还想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没告你性骚扰，就看你年纪太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看清楚。我看什么呀？是我被害，是我被打。还不因为你先动手的？看，林瑞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看你手下的这些人，一个个都像霸王花似的，不讲理是吧？王总，别那么激动，对伤口不好。坐下来，慢慢说。坐下说吧。你说说吧，怎么讲的理呀？王总要我们开除董小姐，要小峰在她面前磕3个头，扇自己3个巴掌，否则就要跟我们解除合作。林瑞，你怎么说？张小鱼说的，就是我的意见。真是有什么样的人，就有什么样的病。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总，你就不怕他们告你性骚扰吗？去告，谁看见了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我就这样。怎么样？去告啊！谁看见了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我就这样。怎么样？这个东西只要未经剪辑，在法律上就会成为证据。而且刚才在外面已经有了董小姐的录音，对于整个事情详细的描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家之言。你是温哲，王总，幸会。不说法庭，就是在网络上展开话题讨论，这2段录音也足够让你喝上一壶的。这个恐怕不是你的老板想要听到的吧？你可要想清楚啊，王总，我是在替你考虑呢。你们 SW 交友甚广啊，连温哲都成了你们的马仔，佩服。小鱼说的没错，你心眼儿可真多。脚放下来吧，装霸王花上瘾啊！等一下，我放上去疼，放下来更疼。我刚刚不小心把脚给崴到了。怎么崴的？你崴脚了？我刚刚骑自行车过来的，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，还把手机给摔坏了。那你别的地方没有摔伤？你手有摔吗？我看一下。手好像没事吧？擦伤了你，哎，得消毒一下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这个不及时处理呢，会有生命危险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酒精棉。你要给我干嘛呀？先消毒吧，用酒精棉。真的不用，这过2天就好了。不会。
会自己好的。这是什么酒精？对，酒精。你千万别给我用这个，我妈每次都给我用这个，特别怕这个，特别疼。忍住，得先消毒啊！忍住，忍住。啊！温哲，你快把我放下来！不行，你脚崴到了。我说我没事，我不你得去医院。去医院。不去医院。得打破伤风。不上车。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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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爹，大爹，你来了。手机怎么关机了？我手机不小心摔坏了。我还以为你打架呢，我电都没管过来救你。我刚刚不是打架，我还跟单挑呢。我跟你说，要真打架的话，压力也白大呀，连我都打不过。但是我不会放下你不管呢。你说你来找我，等了你一晚上。行啊，来这唱歌来了。金小贝走了，也不多你一个，以后别骗我呀。我没骗你，大爹，我手受伤了，脚也崴了。温哲，你干嘛？你放我下去，大爹。干嘛呀？你走试试，张小鱼。张小鱼，你走了就别再见我。张小鱼。来，抱你进去。不用。听话，来。我说的不用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怎么自己去？你的脚伤成这样，一瘸一拐的，脚费挂号都成问题。你要是想怪我，等看完病之后吧。你不是说要跟 GK 交往吗？那你现在做的这些呢，算什么呀？那是假的。我和林瑞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他既没有喜欢我，而我一直喜欢的就是你。演戏呗。演什么都没有用啊！你想亲口再听我说一次拒绝吗？现在你需要的是先把伤给治好。我说了不用，回去吧，我自己去。这一次麻烦你了。哎，胡主任您来了，你还没走啊？这位是外科的胡主任，我朋友，刚好今天在住院部。就是这个小姑娘啊，我来看一下吧。怎么这么疼？没事儿，没伤到骨头，不用照片。谁说我要照片了？你男朋友啊？我给你开点消炎药吧，口服，明天早上起来就会好很多了。不过这个3天之内可千万不能剧烈运动，好好休养一下，很快就能完全康复了。你给他包扎一下吧。好的，胡主任。那我跟你去拿药吧。哎，好，别下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是你啊！你女朋友刚出去了，你们错过了吗？张小鱼，师傅，我不走了，你先走吧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的脚需要休养，药也帮你拿好了，送你回去吧。你这只手伤的，林医生。